也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，这真正是恐怖一瞬间。高雄市燕巢有路面规个车落，就伫个无张路信义路口，因为自来水的管线破去，这个地面砖冒落刷落来，喷出着自来水，随后就形成一个2米深、8米宽的大凹坑。可你家在大路车落的时阵，无人甲车经过，也若无代志就大条咯。暗时去清楚翕到原本是真平坦的大路，这向阳怎发生变化？地面瞬间怎裂开，刷来喷出大量的自来水，这无亲像灾难片，亲像土瓦底要冲出什么怪物，造成裂毁原因，原来是自来水管瘪起。自来水管破裂，造成路面淹水，水淹至附近的民宅。事发的地点就伫高雄市燕巢区木场路甲信义路口，向阳砖呢瘪开，造成路面塌落，出现着一个2公尺深，大约是8公尺宽，这非常大的坑。警方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，控制交通的路票，禁止通行，嘛通知自来水公司以及公路总局派人来现场，初步了解这瘪开所在是大江山集水厂的700公里浸水管线。水公司接到通报，马上关掉水门，好在无影响到供水。不过，过来看一界这可怕画面，好在第一时间并无人车经过，若无这伤害恐惊会愈严重。